我爸也真是的，给你喝这么多酒。还清醒吗？慢点，慢点，抬脚。哎。喝这么多酒，哎。看，我要睡这条。这是客房，这是我的卧室。哎。要不你还是去客房睡吧，一会儿我爸妈就回来了。笑什么？你怕什么？醉酒在医学上来讲叫酒精中毒，会引起人的神经系统异常，血液循环紊乱，不具备作案能力。我真的喝多了。那是黄酒，后劲儿很大，说让你少喝点。那是考验女婿的酒量，我敢不喝吗？都怪你，解释不清楚了啊！急什么？等会儿配合我一下。哎，人呢？这俩孩子不知道啊。哎，叔叔阿姨回来了。那个从容他有点不舒服，然后我扶他进来休息。不是你那酒有问题吧？我看看。我那酒有什么问题啊？少卿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我也有点头疼。这怎么红了一大片啊？是不是过敏了？对啊，好像是。对，过敏了。那我给你倒点水啊。你那酒啊，就是得少喝。酒？我那酒有什么问题？酒？爸，没事啊，我跟温尚卿出去走走。啊，是。酒？